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惠州鳳茶超市大明，今日嚟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套木馬湖個揀盤，又係我哋個二手樓啦。究竟有乜嘢個性價比同新鳳回比嘅話，邊個會更好，值得你入手購買養樓個？可以跟到鏡頭過去一齊睇一下，一講解嗰套房屋個優勢缺點。而家我哋上嚟到嗰套房屋個樓層之間啦，可以睇到佢係3個電梯6戶人家。我哋而家會睇過嗰戶係朝南向個，採光係非常之 OK 個。入戶過嚟嗰邊睇到，可以發現9戶個鞋櫃撈易用鏡，每日可以到嘅沙下頭髮。擺下 pose 都係冇問題嘅。嗰套房屋係106平方，睇個得房率係非常之算 OK 嘅啦。睇個二手房同新房相差嘅價錢差唔多10萬至15萬。假如講係你嘅話，你會選擇二手房都係我哋個新房呢。可以睇到我哋個餐客廳係一體個，入戶過嚟嗰邊係我哋個廚房。廚房嘅話差唔多都有6至7個平方啦，開發商嗰邊全部都你整好啦，櫥櫃啊、油煙罩啊都係全新，從來都冇使用過個。房東我話係前2年買過回，嗰套房屋一日都冇有住過。跟到鏡頭過嚟睇下，我哋陽台嗰邊景觀係非常之話晒個，對面一邊毛坯個就係我哋木馬湖5K 個房啦。係你嘅話，你會選擇 K 房都係欠二手嘅欠房呢？嚟到我哋主人 house 呢一個地方睇到未？廁所嗰日歡迎回家都未有拆封喎。照到嗰邊就係我哋個父母房啊，或者講 BB 房啊，都係冇問題㗎啦。睇到外面個景觀，對面嘅話，即假如講你屋企咪有咁多人，你咪用一成嗰邊可以住一隻私房啊，或者講 BB 房都可以有個。BB 房嗰邊5.2個平方，跟住父母房係9.4個平方。嚟到我哋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係13.4個平方，衛生間嗰邊嘅話，放一隻1.5米乘1.8米個床，嗰邊加排鞋櫃、衣櫃都係冇問題個。仲有主人房嘅話，我好中意喺嗰個陽台，又大啊！每日早晨睡醒啊，到底坐下會飲個咖啡啊，食杯茶都係好環境啊，牆都係非常之好環境個。下啲就係我哋個湖景啦，就係我哋中國人講個玉帶環繞，就係講嗰套房啦。如果講你想知道嗰套房個資料啊，或者講你對新房新樓二手樓有咩區別，二者之間個離啟大唔大，可以點我頻道點下讚，加下至我頻道訂閱。